因为我们速度出黑马给，是几位时间？几位迪？放就猜，刚才雨熙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他待在化妆室都没有这么亮哦。哎，你粉吹跟年糕是要这样做吗？还是你有想说配这种手法？阿斌哥，要登出哎。其实你看不出来一件事，阿斌师傅跟雨熙他们俩是同年呢。啊，讲到这道菜，他最开心。没有，都马给。等一下我要包回去配酒啊。关于白色酒水係都係奶酒啊？唔知呢？我本意啦，冇啊，昨天冇事。幸福嘞。送礼拜吧。送你收礼拜，今天是礼拜一了。没有这么夸张。里杯有嘛个香料，去腥3000克。 3000克有多件？哦，不是。流嘴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韓語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中白聽。今日呢，我要來請高雄嘅料理熬年，而且今天清一色都係有上嚟講什麼誒？哎呦，重點畫起來了係冇？對。我唔單想用先聽聽哦，因為呢一片係金四夫嘛，跟孫紅玉章哦，凍酒名嘅素材，上一時嘅虛節哦，那個御寒節當當讓 Andy 少改哦，就叫做蝴蝶園，因為真的很漂亮，跟地部都讓日哥哦，跟種類凍豆。哦，非常適合拍照。往事蝴蝶園哦，有時咧用樣嘅嘢。好，那拜來看啊，那當然，既然係佢燒嘅，就係佢吐露，帶你來一下哦。現在嗎？馬上來分到分享到嘅係你阿約翰師傅。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約翰。大家來分享到兩位係陸準並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邊個你好？稍等下來呢，去分享到風吹嘅潛水站，呢兩組呢係表姊妹嘅叫下來哦。上到小凡到雨熙，歡迎。他們的名字都很像女團的名字。係哦，對啊，都是女團名字。原地出道吧。又好漂亮哦，等下再來聊聊。哦，你看一下藍水呢一片咪係醬色妹哦，呢條係類似妹咯，係表姊妹。玉蓮啊，見熟波。哎，只有先問一下問題，為什麼高雄的醬色妹走在冰玉歡式法醬？我以為你已經是高標了。什麼意思啊？會不會聊天？很漂亮的意思啊，可以比夠標還好過。都一樣漂亮了。對啊。好啦，先來，趕快多訪問一點。很年輕耶，你們是8年級嗎？7年級。不可能。不可能。哎，客家人冇？客家人。喂，好，我們講重點哈。你睇3名呀，特別有推薦嘛？嘅好高好食好料的冇？總圖實體公演。哦，總圖實體公演，佢有乜嘅咧？伊喺高雄最大實體公演啊，有跟你吊橋啊，隔壁喺跟你愛河。佢他邊咧紅樹林啊，太年4年咧，都係佢嘅料啊，行行嘅啊。咁但係3面婷婷哦，今日哦，藍色嘅來賓今日係來自美濃，美濃有一個也是可以拍蝴蝶的。係錯，但係差唔多7月份嗰度咧。黃蝶會嘅繁殖期，洞穴下大家去散步啊，健行咪做得。超這個黃蝶翠桂嘅素材哦，其實佢唔單止要用藥嚟做看保育區之外，佢當年還會有表演攀亞嘅黃蝶翠谷的音樂會，很多的音樂人會請他來，因為讓他做保持然後會神態當難得的，講得很像我是高雄人一樣。好啦，好了，馬上就嚟進行第1晚嘅挑戰。料理風流蛋，梁翠會用現代嘅方式結合主要食材，3點半先指定愛做嘅料理。喺倆之前，唔知會取到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翠會因為條件中特別到手腳來唔參麼？含入梁翠冇取到嘅食材，未為咗煮出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道嘅料理呢？最挑機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啱先是開始了。好，又到係料理風流蛋嘅時間呢，先來看一下師傅今日帶來菜色係乜嘅？今日做嘅係芥菜炒豆腐乾。芥菜炒豆腐乾。我現在只要看到雪就會想到雪梨。哎，不會了，對，已經沒有別的雪了。雪梨炒豆腐。對，就算你那叫雪梨來炒的。我變係嘅炒兩隻關芡絲。哦，記得去炒哦。好，先來排出下台表。好，那你要來猜拳。來，我們淑芳。剪刀石頭布。剪刀石頭布。哎呦，有點放槍，其實是韓國女團的。地獄食材先不你去掉哦。來，大家好。1、2、3，開！哎呦，
韩式的年糕吧？对耶，不要怀疑，他刚才撒住了，没有他刚才撒在这里，来，哎呀， OK 吗？可以可以可以啦，可以不可以也别没办放弃啊法。哈！厨房，你刚刚笑的有点大声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好，好，数到3、1、2、3。等一下，哎，来到狗熊全部会死腹后晕呢。好，这你的算好是不是？现在有来，不好料理。他默默的说，这样我的算好哎。打他就你没看到我的，你條為啲愛混嘛㗎？來，好，1、2、3。哎呀，那也還好啊，我覺得태우館跟我們這差不多。冇變係鹹菜啦。還好，因為我們已經經歷過白瓜牛的狀態。所以要再上嗎？沒有必要了。好，泰達都除咗其他食材，馬上來進行踢館嘅挑戰。好，那一次菜呢都要嘅食材炒豆腐乾，可是馮翠出到嘅係嘅年糕。嘿，寧波該講。寧波年糕，來，先來我們看呐，馮翠有信心嗎？有。小聲了，他打什麼？要加油！再次。有需要這麼生氣嗎？我想說，我喉嚨痛都很大聲了。來，馮翠有信心嗎？有。好啦，他們有女團的形象啦，哦。沒關係，沒關係，等下我會把鑰匙打開。對，因為可能這邊也一樣小聲。因為談款下攬住你一片體育館的比賽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啦，女團啊。好可愛哦。有。好，現場馬上開始都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走咯。雪菜大家喜歡吃嗎？哦，都好學咯。超愛。必須有給炒豆腐乾，蛋炒炒豆腐乾甜甜啊，它可以炒很多啊。對。我喜歡吃上海炒飯。上海菜飯，菜飯，炒飯都好選。菜飯很好。師傅咧放年糕可以嗎？沒關係，是他出的。你係我們的忠實觀眾嗎？有看啊，我有看過啊。今天怎麼會來報名呢？朋友介紹誒。平常有做菜嗎？有啊。平常有做菜，你們都重點咧，你唔係平常時有做菜，你就會學出年糕畢業嘅。這麼激動？用啥都可以嗎？沒，海產飲科，高雄產旅。哎，高雄產旅很厲害耶。那我們雨熙呢？我係做跟呢醫療業務。那你們是幾年次啊？我79。哦，那還沒有對象。我跟你說，賣藥的藥廠老闆是最有錢的。我是不是說過要當會計？你是不是當藥廠會計？不是啊，那你要當會計？我是因為我老闆禿頭啊。哦，老闆會看吧，妹妹。不行，禿頭我不行。我老闆也頭髮也髮線比較高。你們兩個確定你們不會被封殺？這裡討論一下年糕好，再討論一下不得了年糕。對。剛剛抽到係年糕的區間的，你都有買想法嗎？我覺得他們沒有緊張，因為他們有小凡呢。感覺盧卡不時在做菜，過年時間盧卡在做誒。跟你說，我們這組是怎樣的嗎？躺着贏。哎用講，因為我速度菜係嘛嘅？是幾位時間，幾位底。棒韭菜，棒韭菜，好姐妹呢。剛才雨熙的眼睛亮了起來，大概在化妝室都沒有這麼亮哦。我哋先幫你燙一下，等下過到群用拌炒。好，等下過到這來哦。用個實哦。來。出到嘅馬亂嘅世界咯。亂掉，苦笑，亂掉了。食菜愛先浸水係嗎？我看見หั่土肉誒，可能會好หั่的再浸水。因為你要投入廚師甜酸奶，要下我用嗎？哎呀，來，開上講哦。廚師幫我。好，你會唱嗎？啥？反正美女，好不好？我要請他嗎？這在高雄都是他被點台。有打美女牌，都在叫哈。喂，我們用燙的。意思開始。好，5秒過了。就到本機定型啦，哈。讓它那個蛋黃，比較硬，定型。關掉。然後，人家佛冠天的哦。這樣子哦，最近蘇肥，把它泡熟。一挑梅哈。比較硬啊。那如果也條前吼，個太粒唄，再個細。哦。貼到 UU 啊。
好，等一下撒下落汉就买补掉了，低调建功。哎，等一下哈，要姜切末，辣椒哎切圈圈一样的，然后用油炒不一香，哎，辣椒炒不一香，雪菜下去，那个油脂要多一点哦，哎，不然的话油的个多，因为它那个它这个才不会太，对，太涩，口感不会太涩，只要多一点油。好，对，油脂，然后最好呢，这个先用干锅下去煸，好，煸到水分不见了，然后这一个再有油再去炒。叶饼跟叶子有分总统吗？哎，唔怕。好，没听到。时间到了，一兄，对，一兄，记得哦，好，用干锅下去把那个水分煸起来了，水蒸气起来之后它有香了，我们再加油去煸这个，再煸这个，煸嘞，好，时间到，比比，等一下，好了。比比，最少要让给舔红嘛。嘿，好，那我们先过去，大家都转了。好，那你择偶有什么条件吗？哎，不要秃头，不能秃头，不能。你爸爸是不是秃头啊？没有，我爸头发很多，我就真的不要秃头。你真的会被3位男人吐槽。所以这道菜要买空调啊，你们自己的一些小秘诀。有一些 CP 的布嘛，爆香。所以这个步骤，哎呦，没讲的别用，跪地落去哦。跪地落去。你讲的是台语吗？跪地落去啊。需要落去哦。油条会生回来哦。啊，生回来啊！快变一口年糕喽。对。雨熙的专业还是在卖药啦。对啊。对，不会爱煮菜。你刚才说你爱煮菜吗？哦。你是忘记？那都是煮给谁吃？没有，他是吃下酒菜。然后不然就是习惯用小只的，要不然就是做给客户吃啊。你另外一只手在干嘛？紧张，不要吓他。他好像在唱合唱团一样哦，跟徐伟表牙片。哎呦，从俩头出哦，先落个年糕啊，放落去也系最美，因为年糕可能煮落去哦，它的物理特性的变化，所以我觉得要不要建议你们抢4副？哎，我们有厨师帮我哦，有需要吗？应该是不用，先不用，我们要撑到最后。好，那雪菜有那 Q 炒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你是不是不太会拿筷子？你怎么知道？看得出来。夹子，那换夹子。对，因为他都说他都做饼干呐。没有，还有卤味。卤味，就卤包丢进去嘛。就把这当成卤味来烤。干娘蟹出来不用嘛？哦呀，应该可以放了。有吃过雪里红吗？有啊。那不是雪中红嘛？那是一首歌，不一样。有个瓜，有的用小芥菜做诶，有的用油菜做，对，所以不同的特性，它的口感不一样，冇相同。一定要摸到香板啊，先溜起来。会雪香味嘞，太多了。不会。这个是一个制药的过程嘛？没有，这是下手太重的过程。讲制药，我们都听起来怪怪的。好，那这边应该调味好就好了。好。对啊，它还有一个厨师帮忙，我就是成品，他们要用。他不用。那你不见得厨师。好，那我们过去了。好的。好。哎，我其实你那边会做得咯。做得咯。俺那有加快脚步诶。唔怕。天天啊走不一样，走不一好食。就按用的步骤动重饶。超必上。我上一些等下谈皮蛋那不用下去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需要显微镜，你们第一个看买东西。好啦，我很确定他们2个是贵妇。哎，你风吹跟年糕是要这样做吗？还是你有想说配重粥饭？斌哥，登出哎，其实你看不出来一件事，阿斌师傅跟雨熙他们俩是同年哎。啊，同年啊。这边需要显微镜，你们第一个看买东西。好啦，我很确定他们2个是贵妇。这个马卵就掉变了，唔系马卵嘞。好啦，那我要先去倒数。他这边已经大局已定，对，没有办法变动了，可以了。发表感言啊，发表感言。天草马松葵是都酸。是。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要吃困难。第一关，咱不看面试较惨对哦。
哦，亚根呢？哎，你不是烛光晚餐，因为东亚岛边就发现到，这有我们之间的夜灯晚餐，大概有月光晚餐。那安布台湾时间亚岛边很强哦，冰丝湖好漂亮哎，人你来吃吃看风吹的料理。那刚好吼，姜扒公年糕馅落去吼，会变到吼太烂，面太结果唔会哦，该保持个 QQ 的弹性。其实我吃了空，要跟年糕、肉等，要跟雪菜跟他做。以后年糕本身给某米头，肉等雪菜吧，就唔会讲雪菜变暗行，可以中和一下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本来就是本身是讲年糕的入味啊。哦，看班看咪咪啊呢。OK， 雨熙自己有满意吗？还可以。他看着菜盘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他一定想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有揉酒揉稀啦。系啊，就应该跟雪菜一定要揉酒吗？某一天啊，看够啥？可是有白豆就对我来讲吼，可能你下头出来加豆都有个汤，可能会下综合跟梅头，可能对我来讲啊，第三天来讲，那我们听听看蓝队的两位姐姐，对我们红队基隆啥评价很用办。过去是你在韩国吃他们的菜料理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有给香饭，嘿对。所以昨天建议韩国人唔好去泡菜，昨天玩做食菜。嘿，好，一个国际外交的概念。不过咱吹的鸦片哦，真更厉害，因为本来哦，就刚刚姐姐你讲什么？我们抽到的，我们抽到的是最简单的料理，但是我们把它搞成最难的料理。因为是马卵都还没少，很用办，给个来喜欢。来吃吃看啊！很难想象呢。其實凍夾梅，因為蛋腸用嘅口感來講吼，嘅馬卵嘅皮，那個豆腐跟肉都有強，所以它都是湯湯的 ，QQ 湯湯的，跟那種魚類時節了，它的口感層次性也很夠。對，不過基本上對這個馬卵嘅粉絲來講哦，馬卵不管煮馬都好食，不過一定要記得提前時會留佢破鍋，也係講先煮過，希望會把地圖會爺爺安呢。老爹也給些川美當好食，你也看好食吧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我觉得我们的比较好吃。OK 的，要有自信，我有自信。該火肉梅凍湯哦，我對我來講，看我係潘二師弟咧。你看，咱水係強強力力，因為對我來講，個鹹淡係如何？我覺得我們的還感覺吃起來嘛比較清淡一點，比較清爽。你咱手度係馬卵的時節，有上到安樣嘅結果嗎？冇。其實店都很會做的，就真叫感謝，甲邱師傅嘅天手。不過，到底最美嘅品本，我用辦嚟夾夾都看咯。定鐘嘅時間馬上就會到位，先來請邱師傅搶本數。好，咱哋就到住款。你下問阿邊個搶本數？耶！恭喜到住款。邱師傅搶公平。我先講紅翠，以炒紅類顏色，跟哪個講？不過吼，因為鹹度吼太重了，下手太重，顯出它的鹹味太重了一點。雪裡紅那個回甘沒有出來，因為沒有把雪裡紅先把它的水分煸出來。現在是因為它的含水量比較高，所以它的脆度兩邊會有一點點差異性。藍翠吼，它雖然說吼一模條米，不過吼一模條米一煸的時間有拉，所以那個雪裡紅那個脆度，還有那個香米有出來，嘿，加上它後續它把那個皮蛋哈有切夠細塊，安尼來炒哈，米頭可以綜合一下，所以我讓它略勝一籌，謝謝。好，謝謝好邱師傅。阿邊個有買冇強用嘅想法嗎？主食材到個配角的部分，還搭配起來，應該有表啲啲條，有叫年糕，那個內容是咧味道有來兩頭好口，是因為佢下皮蛋，我一個把到基本貴渣煮好，有煮好嘅時間，長嚟切嘅好定型，電腦หั่做下一些好香咧，些加加雪裡紅下一些。梅頭長為 miss 到，未做得那一鋪啊，未做那一鋪那一件分做的，那因為它下邊哦一切頭一些會勾勾，所以凍到該嘅香氣，就蛋黃的香氣該就算流失去咧，最好口是看到沒有發揮到它皮蛋的香氣。
好，两组呢都系各各得到1分，但是你要看一下，主要是在系豆腐干，到底你阿斌师傅运用的表现呢，交俾你嘅阿斌师傅咯。耶！来，阿斌师傅既然给出呀出菜，一定有他的技巧都要记住。切菜炒豆腐干，来，有鸟做嘞。是咧豆腐干，等下我先切。哦，不能新鲜。太羡慕了。因为豆腐干哦，边边是冻好血的，嘿，因为切细细只个。对啊，而且像雪里红样哦，对。等下配点蟹掌会形容。鲜刀是太细差不多啊。哦，等于。哦，刚刚那是示范组。对，刚示范可以这样子，好，因为本身有梅头。哎呦，豆腐干没做在线路过啊。不是这样剪那些不会出腐烂吗？因为等下剪要注意。哦。那想请问一下哦，cái豆腐干一本身做在取甲血吗？做在啊，做在这算熟的熟的东西。哦，那先叫。我真的第一次看到有人腌豆腐干呢。因为咧豆腐干底部头毛按容易有霉头，所以我咧会本身先做一点点霉头。哦，切下细地ไม่容易吼，跟伊霉啊。嘿，等下我用个一滴滴油，有可能好多一滴滴而已，要去煎不可以擦擦。哎，你风吹干年糕是要这样做吗？还是你有想说配送走法？阿斌哥，啊，登出哎，不是问他们，等下再。这个年糕你会怎么做啊？年糕其实应该袂长几条，但是应该种田是雪里红，所以应该就会先到雪里红的白香来，白香来是啲后背上白一滴滴水，下去然后个年糕还本去煮开成样的。年糕其实你面都很硬，但是要。有一滴滴水，一下去成样的嘞。我爱有只创意哦，假使那个年糕哦，先拿去剖，变成炸年糕，长大会炒走。会超难炸，会吗？会吧？因为一剖啊，冻中就会硬强下，可能一条杀过，拿起来是硬强下嘞。对啊，剖过咪会冻会硬强下。好嘞，安尼攞去炒的哈。要加油哈，油是把油。所以伊条会顺时系炒嘅，也唔炒嘅。那个炒的甜年糕啊，年糕杀过係做的，但是伊摸到个雪里红炒香了呀。哦，个炒香了会很好加分。像你要炒豆腐干需要要注意嘛，该吗？多好食的。莫太火。做嘛嘅呢？因为要平调油。哦，这样袂不太。所以全部嘅食材哦，全部係切细细、切油油啊。嘿。这样整体性是会好，这样，这个豆腐干煮了不宜煸香就好了嘛。煸香。然后咧是咧看下雪里红，雪里红又水分又冻到时，去电头炒唔会香，所以等下有点小技巧，对，嗰啲广走广，热日走热日，迄味道，热日走热日，等下放个纸巾，捞个水抓可以。要入那个水下倒啦，那就分开来。那如果拧一拧呢？拧下是那个弄走了呀。技巧就到了啦，因为冻到水一点都是炒唔会香，所以应该要广走广的来捏一下。捏落来用，加下两注都少睇嘅步骤咧。水来就走了。紧紧就走呢，让下去炒底下才会香。你冇加油哦。冇加油，给它干炒咯。煸那个水蒸气，让它一样煸香。那拿吹风机也可以啊。不一样，可以上面啊，下面还是要。所以到底下片都蛮加油哦。加油，现在才加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来，加油。好，来给它95加满。给两注该下做嘅食材哈，这个油的分量就辣嘛。很做得啦，佢很会好多一点点。因为冻会抓油，但因为你要摸那个水碾出来，所以它水分很多，它就不会吸那个油脂。其实应该要讲按豆的食材哈，就是为什么给我们妈乱呢？你知道这个玉玲姐给水集装为煮的菜很慢的吗？都不怪。她偷偷跟我们制作单位强调，我最喜欢煮瓜牛，不该来而学嘞。瓜牛啊，螺肉来讲瓜牛，一样道理啊，螺肉。螺肉没做对啦，你要做对。胡椒粉，这个时候去挑梅的哈，胡椒粉，
点胡椒粉，大支的呀香梅。应该用粉可以炒吼，等一下给它熟土会冇香用吗？这才是冻起来是熟的呀，因为我们这炒香球就会变色，这炒香球会变色。而且我觉得辣椒会真的不要那么快放，真的太辣哈。可以滴滴汤，因为听下哦，要雪里红一หั่起会有点涩涩，会有点涩涩的，所以该会用一点用汤豆腐干做得嘞。好嘞，该调油了就是加到豆腐干了头嘞。落来。哇，看起来超棒的。嘿啊，头头照来。豆腐干。可是我一般是豆干有没有雪里红的上海菜，它的豆干好像都偏白色。因为它是加盐巴吗？煮过庭。你煮么是用个煎的要饮庭。可是雪菜没清有米头诶，豆腐干还要先卤头。因为个卖下面看机的个搭配梅头，因为用个菜板机是看系会有个调味，因为个菜个呢好少冇咁多，因为今面个啲菜好多，所以意思系看个搭配香气的部分。你可能系认为机上的炫技啊？哈哈，没有啦。因为机冻强咧，冻厉害。假使师傅冇安样做，全经冻小用因地个豆腐干就先卤一下，该入咗落光，看做得分开，攞去弄走来。本期有梅头啦，因为个电豆讲钓的咧皮蛋啊，然后个年糕去冻会全梅头，电豆豆腐干看冇容易全梅头，所以个就强调一短时间的部分，而又上只放水啦，本期有梅头。还有是好的好咧啊，都袂好咧。东家就做的有一出炒饭的菜哈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满英有小朋友哎，有小朋友的吗？好，等一下走在他半句后带转椅啊，包便当。想到这道菜，他最开心。没有，中白嘅，像我要包回去退休啊。我一般是就最系做去奶酒啊。點呢？歡迎啦。我啊，嗰邊冇事。恭喜拜拜。今天是禮拜一啦。沒有這麼誇張。我幫你送過來。一蛇冇陪死咪都好看，係。哇，很像苍蝇头哎。其实你看不出来一件事，阿斌师傅跟羽西他们俩是同年哎。哈？79啊。哦，係啊。对。你的係同年呐，Q 年呐。刚刚那个因为有点不尊重他。当我没说。好了，请他吃2口了哈。辣椒。报复性安重哦。記仇。好嘞。雪菜炒豆腐干，阿娘出好食咯。师傅做的料理呢，就系冇香腰。你嘅雪菜炒豆腐干，睇下香下来吃看呐。我一定要透明注解该几块，师傅就系冇香用的。真嘅。都好食。米头没冻好，大家有发现到，其实师傅包括家油料给水先弄糟，干炒，含个油条米用老桶捞去。其实你客家炒嘅咸菜香用，用米吃用板嘞。只有师傅可以超越师傅。啊，所以都让他煮就好，对不对？我这边，我们刚刚没有想到把它拧干，嘿，就是所以那个味道会比较重。嘿，羽西和牛和一拜就低呀，哈，哎呀低。好，下一次再报名煮一样的菜哈。好。豆干炒的真的是粒粒皆分明，有焦味的感觉，真的是大死。阿斌师炒的粉丝哈，有注重那个小细节，各自有各自的味道，然后再融合进来的时候，其实它可以变化更多，蛮多好朋友都喜欢配一点下酒菜，是不是？我们还可以加一点小鱼干，不反跳，三层肉，比较多嘛，山猪肉，或者是咸猪肉，那如果说你冇想到，是暗皮的，鸡胸肉，做的，
皮蛋也可以啦哈。皮蛋，对。总共已经呢，莫看见用汤起来简简单单的菜，其实地图组青豆的结构小步骤能决定要出菜好食也唔好食。嗰条线一毕业，马上来进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做下国家料。共用日出料理，大家都會照冇共用嘅料理方式，兩處外地限定嘅時間度，發揮自家嘅好手藝，完成具體嘅菜式。到底兩處會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帶你共下國家料咯。用為咗很特性嘅製作單位哈。對民眾來講吼，最好食嘅料理係乜嘅？鳳酒料理哇！我進入你的陷阱呢，第一次。我再給你個陷阱。好。一到入心都買商屯地嘛，完全是有心人士。怎麼說？你的專輯啊？哦，對。不是，哎，你也挺會係嗎？都有心啦。哎，因為這個我們都很喜歡，而且鳳水呢，佢哋當會做兩個料理，故事哦，佢哋嘅題目名就很多鳳酒料理。冇錯。先同我們一下鳳水帶來的菜名都嘛該？水煮牛。水煮牛呢？你還鳳酒料理哦？這個是啊，裡面就一片蹦飯，過一片蹦酒。好啦，最杯米館咯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又買好笑。下次應該問說凍蒜哦。哎，呢度係咪台上講出來？好，咱隨你一片嘅鳳酒料理到底係乜嘅咧？隨便按到。炒蛇蘆葦，蛇蘆葦。好，而家蛇蘆葦就係介下要撈大家預告，一嚟咗最後食啦，等下最滿意嘅有星星冇？有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開始倒數。3、2、1，唱開始咯！來咯 ，Hello！ 來，今日來分享一下，喺上一擺酒醉嘅時節係哪家時節？算是金曲獎的慶功宴哦。然後榮冠帝，對，那個真的是，然後每一次只要喝醉的時候，就會覺得說我立定志向，我過完。明天不再喝了。沒有，你很知道對不對？對。你知道，你天天都在講這句話嘛？哈。早上起床都會說明天不。沒有明天，我們這邊講好了，好不好？這邊講。來！天哪，這太澎湃了吧！這小雞呀，今日登場個水煮牛，你們的食材撈大家小雞一下好嗎？小白菜，牛里脊，黃豆芽、花椒、乾辣椒，然後最重要的係一個點乜嘅？火鍋料底，牛油底料吧？火鍋底料，牛油火鍋底料。尤其是牛肉麵的時節啦，很多地方都會加這個，一定會加。桌上還有鹹菜啊。對啊，上一擺食酒醉係都會哪叫啊？唔知呢，唔知啦。我嗰邊冇事。嗰邊冇。你係早晨。送禮拜吧。送禮拜，今天是禮拜一啦。沒有這麼誇張。但雨欣係上一擺食酒醉係哪叫啊？清酒哎。聽說是跟那個禿頭喝的嗎？認識那個禿頭。你酒醉的時間哈，都互相爆料。會跳舞啦，會跳舞。是會跳恰恰。啊，你要放歌那種哦。哦。好在佢們雖然係幫酒料理，可是冇酒啦哈。電腦睇下個。要幫你放音樂了。對啊，我們就要自己性貫讀自家就音哦。好，我們等下個都進來哈。好啊。好。來，阿姐玩意咧。螺肉你是怎麼樣去殺菌的？汆燙啊。各位嘞，熱開水你有加鹽巴嗎？你講到重點了。我還沒有放，我忘記放了。對，你這個確定應該是半醉。對，對，一定有醉。再醉了。因為我上擺做食落料理嘅時候，給功夫你知道嗎？加鹽巴汆燙完之後，要冰到冰庫。哦，它會脆。熱的殺菌，再冷的殺菌。所以你要加料理哈，算係客家料理嗎？不是嘛？聽說你有原住民血統哦。哎，對，我有一半的血統。你個客方用過講到啱好咧。我們算客家是新 Q， 哎，就要血一點點。今天周威是用椒鹽還是什麼？椒鹽，應該算。炒乜嘅醬料嗎？婆婆講的一個獨特秘方哦。哎呦，秘密武器。亞給哦。對，這個可以講嗎？這是鳳梨醬汁。我看地背圖有一隻唔係鳳梨誒，這是甘草。甘草。對。哎，種鳳梨就應該不用甘草。
有哦，咩蒙条婷婷哦。哎，比较会回甘。来，那你们继续做，等下够都做了哈。不然他们这样没有进步。对啊。好，来。哦，容易出来啊！哇。哎呦，水煮牛。哦，水煮牛。对，水煮牛没算是川菜吗？还是？是川菜。哦，川味料。川味料理。我伊做嘛个对川菜很有兴趣啊。去上海料的时间。嘿，50度，我们这边便宜。哦。你用问的，你就会做了。他是高餐的高材生。等一下，个牛系现切牛肉。嘿，好。切好了吗？切好了吗？要腌过吗？腌过了。它切好了呀。哦，卤锅哎，感觉很苦哎。全部加下去之后嘞，应该用涮的吧？嘿，也可以最后所以你要透水摸酒。我觉得蹦酒吹没有酒实在讲不过去啊。有啊，就像是茶饭的吹没有饭一样。你讲一罐吼，你最少要选个酒。啤酒啊，果酿啊，威士忌啊。你讲这几个选项度数差距有点大。都喝，都会有马干都有马混哦。都可以，马还可以啦。讲到这道菜，他最开心。没有，都马给。等一下，我要包回去配酒啊。其实我们这要到也差不多哎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烫一烫，我有看过，就用那个辣椒，然后跟发酵，喂，是烫那个热油。嘿，最后的时间。哦，要那牛哎，你就等一下，要刷的啊，涮的，现场涮。嘿，我都不给你款注重的是牛肉。我们不太吃菜。加菜。对啊，你的菜要加多久？怕你们腻啊。对，所以让记得让眼里哈夹出来啦。嘿，这个是不要吃的，是不是？这个要吃。摸呢？啊，等一下，椰宽粉用来处理。马上用那个桶。嘿，哦，熊桶有先泡水。嘿，就像麻辣烫的。一样的感觉。一样。这冻粉就粉冻豆种啊，你想哈巴的，会比较宽的嘿。你看更好吃啦。哦，也比较。可是你喝醉的时候夹得起来吗？不一样，我得煮醉耶。你没醉，我是就是说那2个字，它的字典没有出现。什么叫喝醉？对啊，他叫高雄不会醉。哇！里杯有嘛个香料，去腥3000克。3000克有多件？哦，不是，流嘴。他9部分就在高餐练的。对，饮用顶啊，假的。有酒窖啊，有一个地下酒窖。对，他们有那个品酒的葡萄酒窖。他明年的那个招生名额会不够爆。什么叫喝醉？对啊，他叫高雄不会醉。好啦，要到也差不多诶。变落老故乡袂醉啊，讲拜拜，等下哦，等下不要再洗了，拜拜。阿姐，你刚才去谈到，你讲你的外号啊，外号就按满对吗？高雄不会醉啦，高雄不会醉哦，你不能输人呢，哦，不能输人哈。那个高频不会醉，那个58度的高粱上来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哇，说到做到的节目啊。里杯有嘛个香料，好像还没有加下去哈。去腥3000克。3000克有多件？哦，不是，流嘴，他醉了。对呀，有哪3件克？大椒，还有那个蒜头，还有那个姜丝。所以那一碗是什么呢？这个油醋可以吗？不是，酱油还有香油。好啦，要差不多哎。这秘密武器只加一点点而已。对，我要提味的而已。太秘密了呢。那个我们。阿斌师傅讲的，就是他怕我们放太少，他在 cue 我们吗？你先敬他一杯啦。好啦，来啦，好了哈。要会好嘞啦，等下水妹子7千他表他意思好嘞。好，那就。哇，这感觉这个汤啊，哈，阿斌师傅你真的要带回去？对啊，没有，晚上有着落了。对。哇。你要算系温体牛吗？嘛免温体牛呢，因为切的时间，我淡薄
有一些冷冻哦，过后才加后切啦，因为这比较热嘛。嗯，我那里还没有全熟啦哈，这不用全熟啊。不是，在腌的时候有用蛋白，所以不能一下子去搅动它，哦，因为从来会浊掉啊。哦，刚中嘛有片米粉吗？腌的时候，哦，你会用淀粉去腌那个牛肉，它会滑滑，然后比较滑嫩，它对不对？真的是高餐。他懂喝又懂吃，没有，他酒部分就在高餐练的。对，还是很用顶啊，假的。还有酒窖啊，有一个地下酒窖，对他们有那个品酒的葡萄酒。那明年的那个招生名额会不够呢。报，欢迎报考国立高雄餐旅管理学院。你我给口一点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倒数了哈。好。烟草马上开始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下最背面一關，睇下都當興頭嘅棒酒料理，嚟做較針對咧。好啦，我有好嘅棒酒料理，替補係乜嘅，你知道嗎？要先有好的酒友。啊，台车卡都是我们很好酒友。我们先来，虽然讲 Gimme 没有美酒，但是我们有佳肴。先来吃吃看那风吹料理，一起吃吃看。它的牛肉好嫩哦。完全冻滑溜诶。韩國因為呢個水母油就加個那個發酵，所以肉都咩辣辣，係媽媽嗰種香味啊，好吃。然後這個寬粉。在這裡懂得了它的這個精華，很好吃，好吃，我很有信心。想要叫酒了，對不對？對，先來2杯。好雪到吼，整個繞風水呢度，我來調車，真非常好雪。家下雪的係嘅水煮牛，你下來完雪兩套出來，哇喲，蛇肉啊！他們就都像在散步一樣，3杯的那種炒法。煮得好 Q 彈哦。我覺得懂音咪誒，曾經但係想講嘅肉哦，會硬，結果唔會啊，口感好好。而且佢落嘅中黃梨落去哈，不如應該是我在猜有酵素的關係，我nhà嘅肉喲，吃起來又含個 Q 安嘅，覺得如何，雨欣？好吃。你敢吃肉誒冇？敢啊，挺愛吃嘞。真的哦。所以所有跟下酒菜裡面，你最愛的第一名係乜嘢？客家小炒。真的，好好吃。所以馬薩公也很出名，好吃就聽我們客家人，對不對？不管任何族群，他都要給這個快炒店都一定會點要給客家炒牛。小班你吃到牛的呢？很 Q 彈，很厲害。米頭 OK 嗎？米頭貴好啊，也9層塔，很香。都在切點炒牛，有7道米頭啊。你要頭出來因為主題哦，按到棒酒料理，你要真緊張，因為看。快炒店啊，跟最挑戰的就係一種3杯嘛嘅，3杯嘅蛇肉啊，3杯嘅牛，但是這種料理哦，真緊哦，非常的棒酒，非常的適合。緊就做的小米酒加上高粱，哎呀，壓力很大，壓力很大。醉了，好啦，等一下就要看一下師傅到底吃到哪一套出來客家棒酒料理咯。緊張的時間馬上就要到誒，先來請 Q 師傅搶本分數。拜託！是。好，很有機會來看一下啊，邊個搶本分數？平手啦！平手， Q 師傅搶公平。我先講南吹哈，它那個螺肉的處理，是適當的。不過啲棒酒的料理哈，原則上，應該是會炒比較乾一點點哦，那個味道會炒比較鬆一點。椰米頭哈炒失敗，如果說椰米頭就炒個重失敗，個鹹失敗，然後把那個味道哈發多一點，可能火太小了，那個味道還不夠。所以那個入味的情況差了一點點，不過它處理螺肉的時候，那個時間剛剛好，只是最後收尾那個收汁的動作少了一點點。哈，紅吹呢，主要是因為它的味道有比較重，這幾位銀行哈，希望的口味有的會比較重，
那我现在是比较偏重一点口味，辣味跟咸味。照顾得非常好。对，水煮鸟本身给猪都懂，也用米做得很好。我探看一下阿炳哥嘅想法。你掠到水煮牛其实易哦，但是吼，喺嗰啲嘅步骤的部分吼，有一点点的可能做啲调整的部分，就提在牛肉。佢虽然有入口，但是佢嘅是应该吼会掌握个牛肉的个熟度。因为袂效果调久一点，因为佢听有讲有加个乱，所以冇会搅佢。但是冇会搅的问题会变到煮好球，所以我建议做个酱料煮滚的时阵，应该会大手推一地去研散落，在酱料会滚的时阵研散落，可能是做罐头变去真的，唔是海煮，你海煮的时阵就变到牛煮长球咧，在酱料梅头冻好。但是变到牛煮到又好球咧，冻粉可能煮冇按球，所以梅头以后但有啲小细节要注意。然后伊炒嘅凤梨酱，会冻贴片，因为一般你可能好冲的炒条有炒沙茶酱，或是炒那种梅头，但是因为系炒咧好酱的凤梨的部分哦，伊个凤梨系算有咸的部分，伊取代咧沙茶酱就在条油啊那条，我感觉伊特别。好了，利用猪肚表现到师傅呢后，没懂感家师傅按详细的老太家的字高，马上出来颁奖喽！耶！经过的两关嘅挑战，利用猪肚表现到师傅呢后，利用猪肚可以得到2分，恭喜都系大头名。恭喜！那恭喜彭水得到1000元的假菜金。恭喜！我讲错了。嘛个？假酒金。黄记了卖嘛个酒啦吼。好，另一片可能你系假酒金哦。喂，1500K 嘅假酒金。哦，小梦恭喜！你是心情心得用版老太分享一下，轻轻松。压很多紧张。你现在心跳还有这么快吗？真假的？那个都清好。所以他一直很紧张啦。你要讲完哦，不然你回去看这部影片播出的时候，你会后悔哦。我知道。如果想我哋客家人，我支持客家人的节目啊，好来也都会煮菜，大家交流安尼。咁我安尼节目可以好。安黑上就这么有客家心的。系啊。而且汉拜来高雄就会请哦。来呀，我带你等一聊。勇气。感谢小凡啊，因为基本蛋场分享好嘅料理啊，看到个高餐啊，茫眼嘅招生率啊，紧都已经过，没有那个地下酒窖嘛，吼。系啊。好啦，咁重点我问一下吼，咱是个阿姐，基本呢吼，来我哋个节目吼，系嘛个契机啊，就嘛个心得啊，然后大家分享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那个来知道说我们的雪菜炒豆干料理哈，把那个精髓加进去。那都给2800块做嘛个？买酒咯。哦，给一个没有。最后要来访问一下淑芳姐，虽然哦今天冇谈到去讲话，但是她其实他们家哦真挺厉害，也慢散慢割改荔枝园。下次真的来参加的时候，把荔枝加进去来试看看。荔枝料理，超，荔枝蛋想走在野菜。他走在走酒啊，荔枝酒超好喝哎。对啊，哎呀，杭白哦，他就走在动作的技术，带来冇平庸嘅料理，好不好？淑芳姐，恭喜！你知道但你咩当用心哦？可能来到高雄，按用海派嘅精神，你出的题目就係棒酒料理。故所呢，許多無強嘅素材，最其他就係菜體嘅後面頭啦。係啊，參加我哋嘅節目之後，可能要到嘅危害，不過未對鹹白要動態嘅期待，所以盡盡歡迎大家日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依家只注定你用下來報名，來分享不卡嘅後面事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